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早起有一场真重要的记者会，你敢有注意到？总统今仔日来出声，讲会签署法案放互行，但是嘛会申请释宪甲紧急处分来鉴定。偏偏这个法案，有人感觉是甲人来创空。 讲是中国出台着挺介台独的方案，这敢有影？咱今仔日来斗阵听。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黃清良。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華英科大共同教育中心教授蘇家宏。 觀眾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啱啱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行政院針對着國會職權法案提出了復議案。那麼頂禮拜去互立法院否決了後，今仔日總統賴清德表示已經簽署，嘛會公布着法案。不過認定這個條文啊。 可能是危險，所以嘛宣布申請釋憲甲暫時處分。我要強調，我們反對國會擴權，不是反對國會改革。改革國會的方式更應該合法合憲。總統賴清德第一遍在總統府大廳發表談話，講已經依照憲法完成簽署立法院所通過國會職權法案，嚴格加注。 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等意見，認為有違憲的疑慮，所以宣布向憲法法庭申請釋憲加暫時處分。基於守護憲政秩序、保護人民權利，我也在這裡宣布，我將向憲法法庭申請釋憲以及暫時處分。治病如此，治國也是一樣的道理。未經審慎評估討論的法律或制度移植。 也可能對國家的憲政運作、人民的權利保障造成不良後果。總統府委託律師說明立大申請釋憲的理由，包括在無經過修憲情形之下，要求總統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並且接受質詢，這抵觸憲法的權力分立的原則，侵害總統的人事主動行使權。賴總統也特別強調，法案條文內面有牽涉到調查聽證的規定。 引起產業界擔心，是提出釋憲的主要原因。我們的確有收到許許多多來自企業界、外國商會，甚至國際的關心。這個也是總統府我本人提出釋憲的主要原因。不宜通過任何法律，對於經濟產業的發展帶來任何的衝擊。 這個是我們對國家、社會、人民最基本的底線。在咧被問到是唔是堅持合憲進程，背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賴總統是希望在野黨對釋憲出來進程無適合採取行動。因那現任大法官被質疑攏是民進黨政府任命，賴清德回應講，大法官嘅陣容攏經過嚴謹嘅憲政程序，希望調野最後攏會當接受釋憲嘅結果，才當平息憲政爭議，讓國家繼續向前行。記者綜合報導。 咱首先哦，對着這個題目，愛先互觀眾朋友來科普一下哦。你唔通講啊，這個關我什麼代志？實際上吼，會當申請到釋憲的，自然人甲個人攏可以。那麼即馬這個 case 呢，是有4個團體有可能：民進黨黨團、行政院、監察院、總統伊本人，哦，這4個機構攏有可能來提釋憲。 哦，到時陣就提袂完啦。安怎講？咱來看吼，會當提釋憲，包括國家最高機關以及下級機關、立委現有的總額1/4以上，各法院甲各人民啦。那麼本屆29席以上的立委會當提出申請，同時啦，申請暫時處分，由大法官裁定有違憲之如的法律。 半年之內暫不實施啦，實施啦，哦，
但是呢，这个申请实现的这个过程哦，真复杂。咱小等再来讲。不过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要请请这个理事长。那总统已经公布实施，那申请这个要来冻结、暂时处分来不及，就这个法律来开始行咯。这我想，哪边这个法案足积极的进行之下，一定随着弹出来，要来开始要创这创个，这有一个抗白的时间呢。这我想，这又个不免是震动啊啦。对，你拄则讲这个吼，确实伫这个国会，我是拢安尼讲，我说国会公领法案啦，吼，公领法案较中性来讲吼，国会公领法案，你迄个讨论的时阵吼，通过了，甲这个复议的吼，过程中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因为大法官受理了吼，这个是不是同意做一个吼做暂时处分吼，暂时处分就是讲这个法律的生效期要暂停嘛，吼。但是呢，伊要做这个决定吼，还佫一个时间嘛，佫一个天数吼。但是总统已经公布吼，开始有人来讲。但是我感觉是安尼啦，这也是一个插曲啦。我的插曲意思讲吼，国家的大代志吼，全民拢咧看吼。我记一个例，可比讲，即摆大家讲调查权的问题，今日又毋是一个消息啦，讲有一个某立委啊吼，讲要去甲台积电爱什么资料啊。台积电甲拒绝啦，即摆大家讨论，安尼是毋是台积电藐视国会啊？吼，对啊，我嘛是咧怀疑。迄阵啊是安尼，迄阵啊伫即个合作立委的也是调查权啊，立法的时阵，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对所有的所谓藐视国会行政，包括不能反质询等等哈，但是你对立委有要求无？拢无啊，拢无约束家己啊，无约束啊，所以我即摆意思是讲。即摆咱安尼看啦，因为当然过来是咱的观众朋友吼，咱普通咱一般人拢毋是很好的专家吼，所以咱无可能了解甲较复杂吼。咱用一个咱即个做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来看吼，即摆是安尼啦，就是讲，即个立法院伫审查的过程中，就是拿被提出来，即个所谓的国会改革方案吼，即个民进党政府公设一个扩权方案嘛吼，有争议啦。确实有争议嘛，这争议包括什么呢？包括审查的天数哈，是不是完整？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讲，伊通过的这个内容哈，确实是不是牵涉到拄则讲的这三权分立的问题？危险的问题。佫一项就是讲，这个公民啊，一般人自然人也好，伊的基本权利哈。也受到国会的这个限制，唔是限制啦，侵犯啦，哈，侵犯的问题哈。好，即摆就是讲，因为咱的宪法内底规定的哈，出现着即款的争议的，有几来天数按行嘛哈。即摆是立法院是第一关立法院过，即摆复议无迄个不成立嘛哈。复议不成立啦，当然这是要有另外一个遗憾啦。大家你讲到一个代志，就是讲，迄阵来修宪哈。照你讲复议吼，立法院要不成立，你也用美国的来讲啊吼。你知影迄个参众两院的通过的法案吼，那总统无同意啊，我通过，迄个2/3的反对，2/3反对总统的这个复议，到我都复议不成立，咱叫一半鸟，一半，这是另外一个遗憾啦吼。好，即摆但是宪法已经修过啊，即摆伫你过程中拢总过来修，无吼，过来就当然就是剩视线嘛。就剩一步啦，所以视线一步啦。视线一步，我即嘛是安尼看啦。有人会讲，你执政党吼是毋是安尼？人讲当家不闹事啊，他一理安尼吼，这个就是拢安总统你个去瞧一下。我的看法是讲吼，是安尼，因为确实有争议啦，有争议啦吼。讲实在啦，真侪专家是讲，大法官吼无一定会去受理程序争议啦。伊咧认为是国会自主的范围吼。伊可能会较会重视的是，真正通过的法条内底是毋是开始牵涉到讲做权力分治的问题，还有一寡可比讲他院的权利、司法院的权力啊、监察院的权力啊，你立法院拢要包起来吼。所以理事长，你的意思讲，可能宪法法庭会抓大放水？不是，我意思是讲，咱毋是专家吼，咱无多替大法官。其实我嘛无赞成，即马有人就开始咧讲大法官拢是一定过啦，一定过安怎？我感觉唔通用安尼来看问题。咱是做一个公民吼，要来，我即摆要甲提醒是讲，咱要安怎来面对这款问题。咱无可能像专家较了解，但是咱应该知影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讲，今仔日咱知影讲。
调野就是有争议嘛，吼，对这个法案有争议啦，吼，啊各说各话哦，啊咱的宪法就规定一个解决的一个天数啦，复议是一种，释宪嘛是一种，咱就用安个角度来看，啊对大法官吼，讲实在。无需要伫还未做决定，迄个解释以前哦，就先伫啲地无啊，因为是安怎呢？大法官伊做任何决定，伊要有根据，而且伊要对历史要负责，而且佫对哎呦接受全面的这个检验嘛。是啊，但是哦，他都理事长讲应该大法官是袂评断啦，吼，应该快大家众所注目啦。但我要来请教苏老师吼，今仔日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2位吼。先后啦，先后吼，拢有讲吼。啊，如果你若部分危险吼，啊，如果我来修正案啊改就好，恁就到时阵，恁就唔通过来阻挡，恁就唔通咧543。啊，这个意思是讲，伊也知影讲可能有大桥啊问题哦。啊，但係这个时阵应该做政治处理，吼，还是讲无度啊，已经送出门啊，吼。啊，但是这方面变做。大法看这个宪法法庭来处理哦，但是宪法法庭嘛，唔是来做公亲的啊，嘛是爱裁判啊，吼啊，这敢是变做一个政治难题？必定是安尼啦吼。过去吼大法官解说的时代吼，你若摕到大法官解说了吼，你得去提起再审之诉等等啦吼。即摆这庭事改做宪法的诉讼啊。大法官本身就当做裁判了哈，所以以这个裁判的结果哈就是一个具体的啊，而且有约束力，没有错哈。那这这个情形之下哈，咱得个爱注意一件，一个比较较值得咱注意的，就是讲吼，这个新的制度啦哈，新的宪法诉讼法是111年开始的啦哈。那么过去确实有释字哈541号哈。总统哈登记啦哈提出这个释宪案，迄个时阵呢大法官会议哈有哪有受理啦？巴特呢，这个111年了的宪法诉讼法哈，伊足明确的哈规定4种啦哈，4种，第一国家最高机关哈，第二就是这个立委1/4的人数哈，过来就是法院还人民。4种啦，吼，内面有国家元首无，吼，内面法条内面无咯，无就是无哦，吼。那行政、司法、立法哈等等吼，宪法的称呼拢叫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等等啊。但是呢，这个国家最高机总统会关，当以主人人来提申请释宪，人民吼爱有具体的诉讼案件哈。取得确定判决之后，无地带就袂使，袂使，所以伊若用伊个人民的家己的身份来吼，伊的听诉阁愈麻烦。啊，我以总统府咧，毋就变成总统府秘书长。所以即摆的问题啦，吼，就是对呢，就是即个首先吼，大法官吼，即摆宪法法庭都爱裁定受理啦。啊，总统你提这个释宪案，你是毋是当事人适格？吼，这是一个问题啦。但是，你个罗总统那以党主席的身份，吼敦促从政党员同志、立法院党团，吼来提出，吼那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安尼较保险啦。但是今仔日你记者会内面吼，伊拢讲我将向，吼这个大法官提出释宪，我将向，行为主体呢是我，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爱注意的，就是讲吼，这个总统是不是国家最高机关？吼，这第一吼，啊，第二就是安怎呢？就是宪法诉讼法内面吼，内面阁有一个65条吼，国家最高机关行使职权发生宪法上权限的争议，吼，经过争议机关协商未果，会当申请啦。啊，但是这个爱安怎呢？这个法律公布了。啊，确实有去行使职权，有地界难行，吼有权限的争议，啊，但是现此时呢，拢无具体的个案出来啊，吼啊，所以这个大法官离这个代志顶悬吼，伊要安那
去处理吼，真正足烧脑的啦吼。哦，啊，你较早这真正看不到。较早大法官时代吼，我个人捌申请过一个市制第779号，迄就是我申請的。吼啊，这个申請的过程啊吼，非常的复杂。簡單講，當中我用我今年吼花甲老翁啦吼，啊，我用幾年呢？我用9年的時間拍一號大法官解說。哇！所以你用釋憲這件代志來講啊吼。哦，即庭事啦，啊，甲其他相關的即個時間吼，你要開偌濟吼？啊，你即個過程當中，吼，咱的政壇起起伏伏吼，會牽涉足濟代志吼，這可能吼，這法律以外的政治效果，是毋是有哪個來定數一下？這抑佫無法度來猜想講後週會佫發生啥物代志哦？大法官的自主性吼，啊你莫去甲懷疑啦，啊，毋是講啥物人提名，啊，伊就去聽啥物人的啦吼。可能咱的大法官若是安尼的人吼，我感覺咱即個釋憲的制度吼，但有哪做無價值啦吼。啊，照我所理解的啦吼，即個大法官每一個攏是法界的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啊，咱莫對即個大法官釋憲的結果吼，抱持着講哦，一定是安怎的結果，一定都毋是安怎的結果。我感覺無遐簡單呢。是啊，老師你安怎看呢？是啦，因為即馬即個釋憲案吼，即馬較點像羅總統講嘛，伊決定要釋憲嘛。啊，我看民進黨的做法可能啦，可能會為因即個立法院的黨團提出，吼，毋是即個毋是羅總統家己親身去提，哦，因為伊用變用立法院。即個黨團加即個國民黨還是民眾黨的黨團，變講一個朝野對決啦。所以變講伊總統的身份，伊不要介入，吼，伊莫去介入即個。啊，但是伊今仔記者會就我將提出申請。當然啦，伊可能伊感覺講我成為總統，啊，我是執政黨的主席，所以變講伊代表執政黨來表達伊的看法。甲伊嘅意見，啊，我是感覺講，伊到尾可能嘛是可能為即個伊嘅立法院，即民進黨嘅立法院嘅黨團來提出，因為即馬人數已經有夠啊，伊即馬你講嘛29個以上，伊人數一定有夠嘅嘛，所以講變講伊為即個為立法院嘅黨團來提出就好，就免講總統伊家己親自來做。因為伊若講親自來做，那萬一啦，這有風險呢。他都係蘇老師講因為這個事件有可能是部分合憲，啊部分違憲嘛。啊，你告訴咩啦？你總統變講你的立場。有可能連這個定數正義都無符合無，伊就無符合這個資格咯。啊，我這個定數正義哦，變講哦，這個憲法其實這個釋字第322號其實進前有講過啦。這個程序吼，是因為這是你這個立法院內面內規所制定，所以你這個憲法法庭來講，這個針對這個立法程序，這個立法程序來講吼，伊袂去做是否違憲的，伊袂去處理，所以伊就針對通過法案的文字是否違憲。伊會處理這條，伊毋是處理你的，你的過程無符合這個法律哦，按怎啦？伊袂處理這種代志，伊袂處理這種代志。你安尼吼，要請教的羅老師吼，羅老師拄仔才教吼，羅老師，若是即馬即個有可能，我頭一個問的問題就是講，啊若未負起，啊這法案，即個拿贏就開始，點要開始要行使伊的職權，啊。就開始用啊！啊，憲法法庭吼，因為要來要先證明講，難以恢復之重大傷害，才會當來做緊急的處理，會當人會來暫停。啊，若無就落去，這落去了後就變做一個政治危機哦。我感覺這有可能，這雙方面又佫強起來。那麼有人就呼籲講啊，無啦，啊你執政黨吼，你就
当家不老输，你就好好去找两党的主席吼、三党的主席来好好讲，看有通啊做一个好案无？你敢有赞成安尼？但是这个法案即摆已经迄个二读该通过啊，所以讲吼，应该是差不多讲三读就差不多要过去啊。所以讲对这个物件，当然直接来申请这个是否吼，咧违反这件代志吼。有人讲，根本都也袂讲迄个完全出立法院吼，你是要安怎来做迄个宪法法院来做评论嘛吼？当然有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就是讲。这个动作吼，本身嘛是表示讲这是一个伊政治的迄个承诺啦吼，就表示讲伊是认为为什么认为这个法案本身有伊的问题。啊，当然总统伊讲我要安尼做，这无一定表示讲伊伫定数顶头，就讲真正是透过伊来提出，真有可能就是透过无论讲是立法委员吼，啊是讲有的时阵行政院嘛有法可能，监察院嘛，对。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这个总统伊的这所讲，这是一个伊的政治的表示啦，这是我的态度。啊，我认为这个危险啊，所以讲我要做这款的这个做法。啊，这嘛表示讲，真有可能吼，也是讲这个过程，也是讲宪法法庭也未进行这个处理啊，但是已经立法院伊个三读该通过了。总统嘛必须爱改迄个公布，所以有的人啊，改建议讲哈，总统就认为对这个有违宪之余，卖个公布。我是讲，即马这个总统伊的意思已经讲到正面，就讲，伊既然讲要去创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危险的这个要求审查吼，所以讲也是立法院通过，无论讲伊认为这个法案好还唔好，伊必须爱改公布，嘿。我是感觉这后边动作应该是安尼这个处理。这就不论讲后手会佫发生啥物政治纠纷啊啦。对，但是吼，我拄则我感觉主持人拄则提迄个问题吼，确实也是爱注意啦吼。对，拄则讲的吼，因为迄个宪法法庭吼，伊要受理是毋是同意讲这个暂时处分啦吼？这爱有一个时间嘛。啊，你拄则讲迄时间之窗，法案已经生效啊。可是暂停处分的这个判决还没下来。对啊，你都要甲我证明讲难以恢复是重大伤害啊。我感觉拄则讲迄个是开始真严肃，就是讲，是毋是有某几个立委，因即摆认为吼拿赢的吼，一寡立委我有看到听，我有嗅到这款气氛，就是讲吼，因即摆对大法官的这个审查吼，无遐大的信心啦哈，甚至讲，认为讲也会被用立场的关系哈来批评嘛哈。啊，伊即摆手段必然的，伊比如讲，我利用这个法案已经生效一个时间，我去调查，什么因所想的疫苗的代志啦，鸡蛋的代志啦，啊，怎样出来公布出来，塑造社会舆论出来，啥事，用这来互大法官来整压力，好，这款情形我感觉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啊，当然这过程中，我唔知到时要怎处理，凡是迄个行政部门哈，行政部门也讲。啊！你这即马啊，搁伫迄个视线过程中吼，所以你的要求我无同意哈，等等的，嘛有可能安尼啦。我毋知要怎，但是我感觉，这变数愈来愈多咧。是啊，这有可能啊。你政治若咱即摆调野的即款迄个拢无互信来讲吼，即款情形是有可能发生哈。啊，所以这是开始，我是来，这是咱较早毋捌度过啦哈。但是我感觉看呢吼，即个较老牌、即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内底，像法国啊吼，即款代志真在发生啦。真的发生啊！你看，所以这个迄个马克龙在宣布讲要改算，也受不了每一条法案、每一项预算哈，都搞得精疲力尽了哈，弄到迄个安尼。哇，这我想，这对大总统来讲大条件的。我要请教苏老师哈，苏老师，咱他也讲，伊必须要提起这个申请人哈，不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你都要证明讲，我要暂时处分哦，爱有。无法度恢复的重大伤害，而且佫无其他会当紧急来处理的这个力量，还是叫方法机制，我才有通来申请到这个暂时处分哦。这种例真少吧？在咱的宪政的这个历史内面啦，吼，申请吼暂时处分吼是不存在，捌啦吼。
但是他拄仔讲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落差啦，吼，法律在公布施行啊，我靠公放你煞的，吼，我就甲你放落去啊，你听有无？吼，啊，我若要放落去，我母甲一堆哪山，我毋着互你笑，吼，所以这个气氛无好啦。啊，你今仔日这实现啦，吼，后壁吼，佫有无数的法案啦，吼，啊，我10项法案啦，吼，你拢要服议，你拢要实现。我来给你练。你捧袂煞啦，吼，啊，伊切拢为着台湾好，吼，是毋是会当讲无罗总统吼，行使宪法的院际这个争执的协调权呐？哦，认真甲这件代志吼，甲立法院甲行政院吼，这相关的国家最高机关，大家叫的吼，包括监察院啦、司法院啦吼，大家对这个法案吼，有一个院际冲突争执的协调，把它给调处出来。啊，无咱的国家一日到晚当遐乱就好啊，吼，尤其咱个强敌在外面顺风是虎视眈眈。叫来讲的就好嘛，应该讲了讲一句长长呢，你讲了爱有约束力啦，搁爱修宪嘛。这个宪法的赋予总统的院际协调权这是宪法的管理啦会当来的人拢是五院啦，院长五院啊而这个情形之下，那个无唔对啦，对变数足多啦，但是尽罗总统之所能而且罗总统我相信伊这个人北长概括会当甲大家尽量团结做伙我一直拢在讲，一切拢是为着台湾好啦过去啦咱法案讲实在啦法律的个性要件内面常常拢有迄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啦。你譬如讲今仔日争执上济，就是迄个叫做反咨询，啥物叫做反咨询啦？这个敢若袂输古早时代迄个告诉法内面有迄个行为不检，啥物叫做行为不检？4字啊，你啊，啥物叫行为不检？后来大法官解说因为行政部门累积了很多的案例呢，并且将这个行为不检的这个行为不检的类型化把它给建构了，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大法官解说出来了这个告诉法就分做讲免一个啦停一个剔一个有阶段性内面有几种，这是爱免一个这是爱安怎的，这是爱安怎的所以有当时一寡法律变到讲无得暂时互伊去安怎呢？先暖残尊咯，互伊去讲了就好，暖残尊就互伊放一段时间啦去累积它的类型化然后建构它的构成要件。这老师，这是个人，你睇记的例是个人老师个人行为不检，那行政院的行为不检，搁爱分。这顺的顺法的顺啦，反质顺这件所以的两种啦第一，罗总统用伊的官刀，伊的北长院际冲突协调。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呢？暂时的缄默、袖手旁观，让这个法律呢实际的去运作。经济就背一个，可以去累积他的这个行为态样，两种方法啦。这看起来拢是政治爱解决李老师，你认为拿赢到有这种心理准备，讲这此后2-3冬就是这种剑会安尼下来下去。其实即马对国民党来讲，还是讲对民众党来讲因的目标就是为着后摆选举会赢嘛，所以伊就希望讲踮咧即届的这立法院有好好表现的机会嘛，因为真难得是讲过去8冬，因拢去互压咧拍所以即马终于用个过半嘛，容易讲我应该安怎做嘛？当然啦，即马即个法律通过以后。甲即个大法官即个实现，即中间，因为即马罗总统已经公布嘛，已经签署即个法案，即法案变讲已经实施生效。就变讲即马立法院委员因为开始就讲，我应该根据即个法案，我应该安尼做啥物代志？我应该做啥物代志？当然即马大家有讲即马邀请总统来立法院即个国情报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调查权嘛。
啊，即马就看你即马真紧就会发生哦。就当然哦，因即马就希望讲你用个邀请总统来，啊邀请总统来，总统要哪来，而且哪来，其实中间吼，即个桥咧哦，一定会桥的啦，一定会桥啦。哇，要哪做？唔知影，因为这大家我唔知，因为第一届，比如讲第一届，而且对国民党的想法来讲，我唔是要互你一个舞台呢。对无？我是我要家己个大舞台呢。我变互你这舞台，互你表现无可能，所以伊唔才想讲有足济诶。哦，李老师，你一句话就点破。障碍，就一定安尼，因为得即摆我政党后上主要目标是后摆想要执政选举嘛，想要执政嘛，所以无可能讲我搭这舞台，互你赖总统来互表演了，变讲你的民调哦突然攀升。20%、30%，啊，我后摆要哪甲你算？但是话安尼讲哦，咱即摆经过即摆后青鸟，后是那英山吼，看起来这南北的这个民调拢落降呢。啊，伊认为讲这个舞台我搭的真好嘛？无啦，我咧感觉讲哦，这个过程哦，确实有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因为讲我就摕迄个民进党的前立委，这林卓水讲的嘛。伊感觉讲这是改革啊，这改革已经等咗30几冬啊啦。因为讲前几工伊看讲迄个行政院长即个卓荣泰讲的话，伊感觉讲不可思议嘛。伊讲这个拢是违宪安怎？林卓水家己就讲嘛，你若讲这个违宪，啊前同时迄当阵1993年迄当阵的淡水扁谢中庭，甲迄当阵帮助因咧写迄个。林佳龙加顾立雄迄几个人两种，伊就讲叫做宪政白痴吗？迄当时伊就提出4项。所以今仔总统也讲，伊讲我无反对国会来改革。是啊，所以啦，如果你讲这个扩权吼，其实比如讲，其实咱的国会其实长期以来吼，为国民党，你讲迄当阵一党独大，迄当时代到即马为止吼，其实国会来讲。国会真正这个发挥它的对行政权的制衡哦，其实拢无够，其实拢无够。啊，其实为咱民主化开始，其实为民进党开始当中就讲嘛，希望爱改嘛，啊，为什么无改？因为大家提出政权意啊，无想要改啊，因为啊，所以你讲迄当中看革命讲啊，迄因为因认为。过去变成讲嘛有违宪之余，所以唔爱改，其实唔是安尼。其实大家拢知影，因为当阵蔡英文执政完全执政，哪有可能互你国会来阻挠我？所以即马这个时间其实是国会展现。因为我要讲啊，民进党敢咪感觉讲，安尼后摆国会一定拢是国民党甲民众党摕的。你后摆敢无机会过半？所以哦。老师，你安尼讲下，互我一个感想就是，咱人民家己投的票，咱家己来接受，是安尼讲嘛？当然一定的。但是吼，嘛有一种想法，嘛有一种讲法哦，在即摆这个言论市场咧流传，我要来请教着咱赖老师吼。有人讲吼，啊，这就是国民党甲白营甲这个民众党吼，两个斗空吼，啊，甲这个习近平吼这边。两个斗相咧合作啦，才会安尼迄边吼，才来处一个讲要天发大毒，而且是意见安尼哦，而且还会当吼架空吼来甲你审查，而且佫重新来追查呢，啊个追溯呢，这到底是啥物意义？伊这整个法律甲这政治系统合作一摆摆开，啊，就讲甲安尼真安尼。人有人讲是要来表示讲伊的这个治理权，但是我先互老师看者，毋那是咱，毋是那是这个民进党、执政党咧讲安尼哦，连这个朱立伦啊讲，朱立伦哦，伊讲中国大陆对中华民国无任何司法管辖权啊，两岸敌役吼，螺旋哦，这个拍干路啊，不断来来升高啦，是最不行的。连伊也有意见呢，啊，民众党的瓜主席也讲啊，共产党是台湾的敌对友啦，
对方一定定定咧想讲，互台湾这废台的政策，但是讲一大堆台湾人愈讲愈，这安怎想？到底迄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做这代志，是毋是甲迄个习近平吼有啥物可能合作关系？我会感觉每一个人当然有家己的解说啦。吼，当然有的人是讲，你看这个像讲迄傅昆萁啦，伫这明明就是伫花莲伫遐地动的时阵，佫硬死要炸这18个这立法委员，走去中国甲王沪宁遐见面嘛，吼。当然转来时阵，佫讲都开始用迄中国迄款的口吻咧来攻击，无论讲是赖清德是讲卓荣泰吼。议长讲你这是两国论还是安怎吼？当然另外当然这是无党籍来讲高金素讲我们习近平嘛吼。当然有的人就是用这个理由，算讲有会互人这款的这个想象啦。当然我是感觉讲，即马一个问题，毋是讲真正国民党、民众党是毋是甲习近平伫遐咧交结？反倒是讲，为什么做这个代志会互人产生这款的联想嘛？吼，那这个联想尤其是毋是讲干那讲绿营本身尔，连算讲无完全是绿营的人嘛，有人有这款的怀疑嘛？我是感觉讲，这是国民党、民众党必须爱去面对这个问题啦，吼。另外就是讲，即马咧讲到，就是照讲共产党伫迄个顶礼拜讲出这22条嘛，讲台独。我讲等下当然咱会讨论这条问题啦，但是咱即马爱知影就是讲吼，所有因的这个做法，也是讲无论讲傅昆萁啦，我莫讲国民党本身啦，讲迄个傅昆萁因所带领这国民党立法院所咧表现，的确是互人感觉讲，这是毋是互这个行政部门吼？你讲你要家己监督，但实际上变成讲立法院家己咧。肆意的扩权嘛，扩权另外嘛无讲伊本身对伊本身的管理有啥物款相对的节制嘛，甚至因所提出的这个法案，伊嘛承认讲，可能有部分这是危险，危险啊，所以讲即马这意思毋是讲等迄个宪法法庭出来了，部分危险，部分合宪，这是要安怎处理？这是你提出来这个物件，你家己立法委员。对，所以讲家己爱来处理嘛，结果毋是安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算讲大家对这个无论讲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吼，莫讲一定是倒一个政党啊，因为实际上这两党合起来才有法度互伊通过嘛，因爱去面对甲处理的一个问题。当然拄仔讲迄个国会改革吼。无让你讲攻击迄民进党伫过去8党啦，迄立法院多数嘛，无创这样的法案。当然这你讲迄当阵无安尼做。当然马英九8党的时阵嘛是共款嘛，所以讲某一个方面大家拢互相啊。但是即马就是讲，既然讲这个议程要提出来吼，就好好甲做一个嘛。既然讲大家讲无论是安怎要做这个国会改革，起码已经提出已经上了这个议程，就规去好好甲做一遍，莫讲创一个吼，互人感觉讲这是小鸟车弯吼，要报一条车弯，弯小，所以讲互人感觉这鸟肚鸡肠啊吼，感觉就毋好诶。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吼上重要当然是更较大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中国即马对台湾吼，算讲会处理的方式是愈来愈凶毒吼。即马尤其是顶礼拜迄22条的问题，发泄心盘，开始要伊针对，毋是讲政府呢，针对人民呢。个人呢？这人民唔干那讲，这是要去中国才有可能出现代志，甚至你伫海外时阵嘛有可能出代志哦。我会讲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代志，所以讲应该是安怎调野吼，会当我讲用英文讲 come to senses 吼，会当迄个家己理智吼。好好甲想一下，会当来共同来处理。拄仔迄苏教授当然讲，上好是赖总统吼，伊应该是有这款北等，所以有这个管道来处理。但这个问题是讲吼，你讲5院啦，无论讲这是监察院还是讲这个司法院，迄拢是即届这立法院进前民意因的这个立法委员所共同动议出来。你讲即马这个立法院，尤其是国民党甲这个民众党，因即马这款的民意，伊敢会接受？像讲立法院的这个议长，无论讲司法院议长，还是讲这个监察院议长，共同来处理。我会感觉讲政治上讲是这是
较无可能的代志。虽然讲赖总统讲来，吼，大家斗阵来，咱这6个人斗阵食这顿饭啊，甲稍稍就处理一下。但是我会感觉讲，韩国瑜院长吼，伊转去，啊，讲傅昆萁敢袂听伊的，我伫遐带人吼，创甲用拼甲遮尔久，转来甲我稍稍的，嘿，那有可能？我是感觉讲政治上吼真困难啦。哇，你就歹处理啦。理事长，较早咱已经公告讲，中国开始会来甲你缺席来审判。这缺席审判吼，观众朋友可能无了解，就是讲吼，咱在座5位啦，若有讲到啥物吼，咱这个。石强病主席若无满意哦，伊嘛甲咱起诉呢，吼，还是讲咱有一句话哦，是确切，啊，无讲你台独的意见啊、而已哦，伊有可能来去缺席审判，而且重新来甲你追诉哦。这到底，这听起来是真，以前毋捌想过吼，讲一个算做是外国也无我纳税也无咧。得向伊纳税，啊，当然甲我审判呢？这到底是什么代志啊？伊这所谓的吼，就是要坚持一项，就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啊，中国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其实主要是要贯彻这款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甲政策啦吼。你看，你拄则讲了，伊不但有这个缺席的审判的讲法吼，啊，佫有一个常备管辖嘛。无限期就责嘛，哈，无限期的哈，啊，相当的哈，会当判死刑，哦，讲到这严重哈，啊，到底是什么情形呢？伊这个22条内底有4项哈，大约分起来，一个叫做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哈，设为制定台独分裂行动纲领啊，甲计划方案。第2就是讲，图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的地位啦，哈。讲实在，讲有这个法律地位，这个另外讲啦哈。第3，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哦，这个更加麻烦哦。对外进行官方往来甲军事的联系啊。第4，利用职权伫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打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甲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人员，啊，佮补充一项甲其他图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还有其他哦，其他呢？我安尼简单讲就是讲吼，伊这个法案看起来吼，哦，安尼伊包山包海呢，伊是有伊中国本身的伊的刑法啦，伊的什么的规个拢甲藏入来内底。因讲的这是因有本来2005年有一个反分裂国家法嘛，吼，但是无一个执行的这框架，哇，即摆有一个框架，啊，全部是用它的哈。好。我即摆讲是讲吼，讲实在啦，这两个大家一寡评论啊，包括咱总统也好，哦，甚至朱立伦也好，哦，讲做伊的管辖权不及到台湾来，哦，我管袂着。当然啦，有人讲啊，伊点名遐人吼，遐人就讲我都拜去你遐就好啊，啊，你是讲我这你香港、澳门，我本来就无要去啊，吼，啊，甚至讲海外引渡的部分，吼，我感觉嘛无遐简单啦，因为吼。全世界大多数的文明国家未将这款政治的所谓的政治犯罪来当作引渡的对象，哦，啊，你地位上呢，像这柬埔寨啦，哦，像迄个什么乔治亚啦，哈，乔治亚该起码人我们都不能签证都不能进去啊，等等啊，就这种吼。好，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代志哈，对台湾来讲，看起来是哦，好像也足大的压力的吼，安尼来吼。但是我感觉有3个否定哈，反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什么否定呢？第一个哈，否定中华民国，足清楚的嘛。你看，伊这所有的不管说，不管我才不猜你纳税是纳无中华民国。对，无中华民国的存在哈。讲实在啦，较早咱嘛知影讲，他从来不承认哈。但是因为吼。过去两岸的来往哈，大家认为讲，还是安尼啦，伊都宪法规定安尼啦，啊，实际上嘛有成，伊即个伊即个22条表达出来，就甲你讲个足清楚，无中华民国吼。第2吼，无所谓的即个台湾的民主的即个价值。哦，你看伊所谓出来的吼，即个法案也好，甚至讲伊包括啥呢？伊认为伊南你台湾的自由言论吼，伊拢无甲你承认吼。比如讲啥，你今日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要叫中国统一。
啊，你袂使反对这款意见。所以莫怪今日赖总统伊会讲，那照伊的规定吼，全台湾啊，政党干那一个党无代志，就是张安乐的这个统促党会使哦。啊，第二讲。迄个我看民进党必须就讲90%的台湾人可能拢是台独啦哈。我讲一个例图啊，你讲起，我讲这个法案出来吼，我唔是安怎有人伫批评讲啊，朱立伦你才会讲这款话吼，变做讲你甲阿强反对，所以你无讲这款话袂使啊。讲实在，你照有这个规定吼，咱立法院就韩国瑜啊，台湾红当作讲是统派对无？啊，伊即嘛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呢，啊，民主基金会是阿强啊制裁对象呢。会制裁对啊，制裁对象，哎呦，对啊，啊，伊讲以后要任命这个执行长，迄执行长任命迄人随互制裁，哇，这个院长啊，对啊，这韩院长啊，你来较注意呢，注意啊，啊，佫一项啊，你照拄则讲，你袂使去推动吼，好，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WHA 算不算？哇，这我佫无看到讲，啊，立法院的副院长啊，哈。江启臣啊，不是最给他带了我们那个 WHO 的那个宣誓团啊？啊，佫有哦，佫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来台湾，来台湾啊，对啊，阮袂好你来，无承认啊，啊，佫叫这个在台湾的这个邦交讲哦，开会讲，咱就爱想讲哦，以早若是2758内面无写，咱拢会当来参加，咱就互台湾。所以我讲吼，我讲这个我从一个顶礼拜五这条出来，我就脑一直在想着这项代志。我感觉这是有够成，是不是啊？有够成吼，5年前2019年哈1月2号，习近平哈去发表一个叫做习5点呐，哦，迄阵啊伊有一个叫做到台湾同胞书40周年啊哈，伊就是伫迄个时阵讲出来的叫做1国2制台湾方案嘛。啊，你会记得无吼？啊，结果迄阵也是安怎？迄阵也是因为2018年吼，伫即个民进党，就是国民党伫即个地方县市长选举选到足好。选了哦，啊，迄阵啊，为安尼，伊可能就是讲时间成熟啊，会使迄个吼，要邀请台湾国党派去交伊，或者协商，或者平等协商台湾方案吼。结果因为迄个案了，说互九二共识，台湾就做个破产去嘛。啊！你依种个别人咧无去啊嘛吼，所以我讲，即马这个出来，我的看法就是，咱台湾内底吼，若这个发出来了，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吼建立叫做同岛一命啊，同岛一命的一个。我足惊韩院长有代志呢，那说是。这整个的背景因素啦，吼，都算讲中国大陆吼，伊的国势愈来愈悬嘛，吼，啊已经。改变过去毛泽东啊，甲邓小平吼，这个叫做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啦，哈，啊，所以我刚才讲一个叫做伊这开始吼，怎样战略外溢啦，溢出来啦，哦，啊，溢去对应呢，就是这个第一岛链哈，怎样为这个东海、黄海春小油田吼，到钓鱼台，到台湾的东花、菲律宾的西花，啊，现在最近上红的就是。这个南海哈黄岩岛的争执啊哈，啊那这个战略外溢里台湾这段呢叫做这个啥呢？叫做台海哈内海化了哈，所以变得讲中国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哈，伊这是伊整个的战略外溢哈一部分啦哈。我们透一句咯，山啊 BOT， 海啊 BOT， 人民啊 BOT 啊。啊，这个说落去是安尼啦吼，的第2点就是安怎战略清晰啦吼。过去啦吼，美国是一中政策啦，哦政策是会改变的哦。啊，中国大陆是一中吼原则啦，吼原则是袂当改变的啦吼。啊，美国人含中国伫这个中美关系顶悬呢，含糊啦，哦，这个这个故意的模糊啊，创造性的模糊哈，那个。啊，愈模糊哈，过去的经验较紧啦哈，愈模糊呢，台海哈啊愈安全，愈无代志啦，好区域越稳定。啊，这样是安怎呢？怎样愈恶愈清澈啦，好愈恶愈清澈。那这个他都要讲的这个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啊，这相当以法律的位阶哈，以台湾叫做函示啊哈。那么等于。执法单位哈，因的共同的见解哈，啊，毋过伊的赞助足悬啦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
检察署等等这算讲因的上悬的一个执法司法的机关嘛，共同的见解啊吼。啊，伫这个情形之下呢，伊的日期是25月26啦，来公布的吼。那记者会是6月21啦，6月21。那咱会当发现吼，伫这中间上无6月14啦，重庆也是6月15，厦门大学拢有相关的关于这点的这个惩处的意见一寡算讲因内部学习也是文件拢出来，这个座谈会啥安尼，真可惜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咱是不是咱这边有所掌握啦啊，你这个情形之下，战略清晰已经成为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态势啊那伊这是咧回应啥呢？就是美国人伊过去叫做交往中国嘛，现在变做遏制中国伊这个遏制中国内面呢，伊嘛是我的一中政策开始呢，从创造性的模糊改变成怎么样呢？战略清晰，清晰什么东西？安尼火车对拢。哎呀，保证的。保证的。哎呀，战略清晰，伊是咧清晰啥？联合国的2758，他拄仔你讲的2758嘛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敢若美国呢，怎啊那咧限缩解说啦，得敢若讲到啥尔但是中共安怎呢？扩大解释，所有的台湾的地位全部拢伫遮解说了双方面呢，伫这件代志顶悬最近出手甲战处的互动的频繁，包括场合拢已经出动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助理国务卿等等来咧学这件代志我是感觉伫这个情形之下愈学愈清楚，愈解说愈清楚愈危险。这听起来会都管起来，李老师。是啦，确实，因为这个意见拄啊顶礼拜五出来的时候，我嘛惊一下，讲奇怪。这拄啊前几工才公布讲会台措施嘛，伊大家会记的嘛。前礼拜才举行迄个海峡论坛毋是讲两岸的交流，两岸啊交往安怎？伊讲恁是足少数的台独分子啦。问题若照伊这个22条来写我必须安尼讲，包括马英九前总统嘛是伊认定的这个台独呢。为什么？因为马政府捌推过，是你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因为当时捌推重返联合国呢。免重返联合国是用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你变讲袂用踮咧国际制造2个中国，毋就过去错嘅。愈想愈多，只要后悔，老师修正就没有问题。来，老师想要要3分钟拍摄。我刚刚讲对这我上有感啦，是安怎？我远景基金会，互人制裁的机构啊，我都是到时阵我第一互人掠去啊，所以我有生命危险哦，当然我是讲这件代志上重要是讲，迄中国开始是针对台湾人民，唔敢讲对台湾政府，另外就是讲，伊咧向国际上来表示讲，伊实际上已经有法度家己的法律。适用伫这个台湾人民的身躯顶，用实质上来表示讲，伊要来管辖台湾的人民我是讲这个意思是真明了后就是讲虽然讲伊讲这敢若是一个悬一个箭可能威胁啦，但是无讲一定会实行。但即一个问题是讲，伫国际上，伊即摆主要是针对国际上，互台湾无法度伫国际上行出去嘛。伊要甲台湾所有的外交空拢开了，所以即摆变成讲当然伊可能食台湾所有的邦交国拢家开了，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是讲，伊有可能，当然即摆拄啊，迄个黄青龙教授嘛讲着，就是讲像讲少子啊，这个国家已经无要承认台湾的护照。所以讲，是不是对即摆开始嘛？开始无要承认，要求其他国家莫去承认台湾的护照，还是安怎？这款的迄个可能性嘛是有可能哦。所以讲，当然无一定是讲伊都有法度来迄个成功，因为像讲美国那会甲插伊的这款的讲法，英国嘛无可能嘛。但是也是讲迄个第三世界，像讲伫非洲真侪国家，中国伫遐影响力真大，伊都可能加减都会听伊的话。所以讲，这是咱即摆面对一个真严重一个问题。
啊，上后就是讲吼，我是讲台湾的人民嘛是爱注意，毋是干那讲这几个国家讲卖去尔，因为到时讲中国也是真正想到，伊迄当阵因为这公安部长孟宏伟有一段咧做这个国际行政组织的这个秘书长。伊想安怎种？中迄阵要掠去外口掠人，伊猎狐专案嘛，要甲因遮迄贪官走去外口把掠落转来。嘿，伊即摆拢到时阵，伊迄个拢是用透过国际行政组织吼去发这那个红色通告啦 ，red notice， 啊，甲遮人掠落转来。到后来，伊看到讲，这招有效呢，开始甲这伊所有伫外口异议人士嘛，开始用这个步数要去处理。当然，有的国家无一定听啦，但是有的国家都开始照伊安尼来用，所以讲我是讲，即摆咱爱去注意，讲像讲这个问题吼，哇，这个立法院嘛应该爱想对策呢。这我是讲立法一定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声明啊，袂当讲吼，咱即摆搁伫遐玩这个物件，无论讲这个调查官来是安怎，对中共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